次等待，梦想着起航，多少次的等待，远方的朝阳，陌生的梦想和执着的倔强，在这一路之上，也曾感到彷徨。我伫立在茫茫生命之巅，总被时间改变，失去力量，也曾在迷茫中成长。我徘徊在茫茫人海之间，说再见吧，昨天，坚强面对，勇敢着去绽放。台下的粉丝非常的热情，我们台上的选手也非常的优秀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以热烈的掌声，请出我们 Powerline 的郭董上场，让我们现场的观众颁奖颁奖。可以说我们今天在场的选手非常的幸运，他们不仅获得了我们比赛的荣誉，更是获得了我们 Powerline 为他们准备的非常精美的礼品一份。下面让我们用更热烈的掌声来恭喜我们台上的10位获奖选手。好的，谢谢郭总，也希望我们在场的选手呢，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。好的，那么感谢我们各位来宾以及我们场上的10位选手，我们决赛见，拜拜。快！哎，1、2、3，提名，你最棒！提名，我们支持你！ 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好，人数刚刚好，不多不少。来，这是你的，辛苦了啊！再给点呗，嗓子都喊哑了。小兄弟，本来想多给你加点，你知道吗？怕你觉得钱赚得太容易了，这在你人生的道路上对你是没有好处的，就害了你。吃点苦。来，这是你的。刚才那个偷懒了，别以为我没看着啊！你一定要喊我，你差点。哎，对不起，小伙子，你们在那干嘛呢？发钱啊！发什么钱啊？粉丝顾问君，这个嘛太抠门了。哦，好在今天演出还挺好看的，不然就亏大了。好，谢谢。冰冰回来啦！哎，冰冰，妈，我想一个人静会儿，不想说话。哎，行了，妈承认，有些事儿可能是妈做的太过分了哈，以后我就不逼你了。那改天叫关海到家里吃个饭啊，为了庆祝你进入10强啊，还有我顺便谢谢他，在网上跟那些网友替咱们母女俩打架。真的。妈妈，你最好了。哎，我把话说在前头啊，这只是庆功宴，可不是什么丈母娘见女婿。妈妈，我最爱你了。啊，要照你这么说的话，咱妈还是挺仗义的嘛。那是啊。哎，对了，媳妇儿，我们公司打算和你签长期的合约，你同意不同意？现在知道跟我签合约了，当初我要跟他签的时候一拖再拖的，是不是看我选秀了？签多少年3年，一步到位。？3年就叫一步到位？不是，那你什么意思呀？先拖着吧，等我拿了冠军以后，不就好谈了吗？ OK， 到时候待遇我帮你谈，这样我还可以沾着你的光，在公司的形象啊、地位都更上一层楼了。哎呀，我的小海海，终于开窍了。
你媳妇儿教的好。那是。呀，就没时间了，你赶紧下一幅。你别动，点点什么点？你让他下一幅。扣分点错了，扣分。扣什么分？下一个。玩呢？阿姨好。哎，阿姨，我帮你拿。不用，我帮你拿吧。不用。妈，哎，你怎么拿我这个包买菜呀？你知道这包有多贵吗？我就一破包嘛，大呼小叫。破包？这包都够关海上次请你吃那顿饭的钱了。啊？就是关海第一次请我吃饭的那顿饭钱。不好意思，阿姨，就请那么一次。吃。请品念。高仿。杨阿姨，这个包拿着买菜去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公司代理这牌子有折扣，回头我给你拿个真的。高仿，你大惊小怪，大呼小叫，你要把我吓死啊！不至于。阿姨，我帮你。不用。哎，我来。哎，那你快，帮我把这鱼和那个肉拿出来。好，来。吃点这个鱼，我做这个鱼，我们家冰冰最爱吃了。你快多吃点。好，谢谢阿姨。阿姨，这鱼非常好吃。啊。怎么了？鱼刺卡着了？哎呀，他刚好不在，麻烦你，那个包真的那么贵呀？就比他上次他这，咱能不能晚点说？谁送的呀？你不说，我问问小关去。谁送的？啊，是朋友。男的女的？这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啦！要是普通朋友，他不可能送你那么贵的包。快说，男的女的？男的。多大了？结婚没有？他是不是喜欢你？我跟你说啊，这是我们上回走秀，然后投资方送的模特，每人一个。每人一个？啊。他还真有钱，这要是单送你一个人的话，那就有问题了。没问题的，没事。那小心点啊。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这杯酒，那个我想谢一谢，谢谢你在网上替我们娘俩出气。阿姨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那我也要谢你啊！来，先喝了。有件事儿我知道，冰冰肯定不会跟你亲自开口，所以我把你请来。你不是答应我不说吗？我答应过你，你不说，我没说我不说呀。干嘛呀？你走不走？怎么了？走不走？冰冰，阿姨，我去看看他啊。哦。怎么了，媳妇儿？出什么事儿了？跟我说说。你知道我妈想跟你说什么吗？说什么？我妈想借她现在的名气开家店，资金让我们俩出。
送你回去吧。我不想回去。老公，你说我妈是不是只是把我当成一个摇钱树呀？媳妇儿，咱妈做的呢，也不一定都是错的。那你说，我俩为什么永远活着这么累？活着嘛，本来就很累，不过累过之后就轻松了。也许5年，也许10年，我们的生活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。看书呢，儿子。好吗？哎，谢谢。哎呀，儿子最近心情不错嘛，啊？梦妮进入前10了，很高兴是吧？嗯。除了高兴之外呢？就还是高兴呗。儿子，别怪妈妈封建啊。妈妈一直想告诉你，我们张家不能要一个选秀明星来做儿媳，能理解吗？啊，把牛奶喝了，早点睡吧，啊，妈先下去了。早上好，秦妈妈，我给您送早餐来了。是你呀？我还以为是聚美优品送货的呢，真够早的。冰冰还没起吗？这个时间你说她能起吗？秦妈妈，昨天的事儿，我代表冰冰向您道歉，对不起。我们母女之间的事儿，用得着你道歉吗？行了，早餐搁这儿，你我就不送了。还有一件事，秦妈妈，您觉得5万块钱够不够？什么？你说什么5万？您不是要开店吗？5万够不够？你有5万块钱吗？我一直在攒钱，本来想做点什么的，但是一直没看好项目。那您放心，钱我待会儿取了给您。我不同意啊！我不同意。那是你辛辛苦苦赚的钱。没事儿，都一家人嘛。阿姨，如果您要开店的话，租门面，甚至装修，甚至以后要看店的话，有什么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，我随叫随到。你看你说的，坐下说吧，坐下吧。那怎么好意思呢？你怎么那么傻呀？老把别人当自己人，别人把你当妈。小光，你说你啊，辛辛苦苦攒点钱，这真要碰上什么事儿吧，你也就只能出个力。你以后怎么去养活我们家冰冰啊？妈，
不知道您发现没有，阿姨，其实天鹅肉总会被癞蛤蟆吃到。其实天鹅找到癞蛤蟆也没什么不好的，一辈子可以享福，高高在上。谬。明明，能不能借一步？有点事儿跟你说。有什么事儿就在这儿说，要是好事就没什么好躲的，就在这儿说。是这样，我有2个客户呢，是你们选秀的赞助商。今天晚上我和他们一块儿吃饭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带你见见他们。元旦，那你怎么没跟我说呀？我听他们聊天，然后说起来，之前一直请他们，然后他们没时间，昨天才告诉我今天可以约的。行呀，小关，这关键时候还是有点用啊。冰冰，晚上跟小关去一趟啊，打扮的光鲜亮丽的，让他们看看。这关海买了这么多早点，你就在这吃完吧，吃完再去上班啊。我就不了。没事没事，在这吃。我去帮你挑挑衣服。你刚才最后那一句话，对我妈的杀伤力简直就是太大了。我怎么觉得我这么像拉皮条的呢？不像，不像。特别。老公。喂，你好，我是。好的，没问题，待会儿见。所以，我们希望你再好好考虑考虑。如果这一次你能配合我踢好假球，事后我们会考虑对你有所补偿。可是这是直播，观众都看着呢。任何比赛里面都有它一定的规则，所有的冠军都有事先内定的。你只要在决赛的时候唱歌跑调，就没有人会发现有什么破绽。怎么样？你再考虑一下。如果我不同意呢？你没办法拒绝，因为这关系到你未来的路。你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子，即使这次你没有拿到冠军，将来你走到任何地方，你都一样会闪耀。如果你固执的不跟我们合作，对你来说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。我的话就说到这里，你再好好想一想。再见。你怎么穿成这样了？穿这样怎么了？不是你想干什么呀？你穿成这样？我不穿成这样，我怎么跟人聊？你不穿成这样就不能跟人聊吗？行了，怎么都等齐了，你别说是我男朋友啊！为什么不能说我是你男朋友？不是，说你是我男朋友，人怎么掏白东西啊？这跟男朋友不男朋友有关系吗？什么男朋友不男朋友的？这不是一回事。进去，我跟你讲，进去别说是我男朋友。
兄弟啊，怎么了？想你了，文浩。我说你小子最近怎么天天想我呀？你在北京怎么样？凑合着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的，是雹子是雨都得自己接着。你呢，兄弟？还受气呢？想死的心都有。我说你小子可别这么早就死啊！这不是为民除害吗？别逗我。兄弟，最近孟叔怎么样啊？我也很久没去了，我也不知道。老大，我有事儿。啊。哎，光海，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啊。你自己小心点。不说了，保重。金小姐，不光你气质不俗，这酒量也不错啊！干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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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了！这个干了，一定要喝了啊！哎呀，秦小姐真是好酒量啊！秦小姐，这次的比赛冠军你可是大有希望啊！喝了啊！听说选秀里有个叫孟妮的，是秦小姐大学的同学啊，是，平日里我们关系也挺好的。那秦小姐，你认为你们两个人当中谁更优秀呢？其实怎么说呢，谁优秀谁不优秀，不还得看三位老总说谁优秀，谁不就优秀了？哎，不对，我们只是作为参考，最后做决定的还是评委啊。对。我也不知道我说这话也对不对，反正就好比光绪帝吧，每天穿着龙袍，不还得听慈禧的吗？哦，聪明啊，聪明！来，老公，他们要是找我做代言，这冠军就是我的了，我就是冠军。做代言，老公，我现在一点都没喝多，我还能给你走直线，你看，哎，多稳，我一定得拿冠军，是吧，老公？我就。让你少喝点，你不听。少喝点，我能拿冠军吗？就知道让我少喝点，我少喝点，我妈怎么办？我从来什么地方都没有孟妮好，我什么都没有她强，我永远都是她的陪衬，我不可能行吗？就知道让我少。知道，都知道，都怪我。你小心啊，孟叔。哎，妮妮。怎么了？不小心割了一下。我看。没事儿。这么不小心呢？我今天有点累了。走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你多陪陪我爸爸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
中午好，阿姨。哎，干嘛火急火燎？打开看看。干嘛给我买这么贵的包啊？喜欢吗？这包多少钱？放心，阿姨，这包不是从那5万里拿的。明明，虽然我现在不能给你买更贵更好的，但是我会努力的。相信我。那你还不回去努力？遵命。吃饭没？回公司吃。阿姨再见，明明再见。傻样儿，就一个包啊！你在这抱着乐个够呛，他那边呢，几个月都得省吃俭用吧。往后这样的过日子，你觉得会幸福吗？再送给你包，他都不配。妈，你怎么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啊？铁石心肠，这是心意。你是个聪明人，聪明人就应该知道这个社会需要什么，不需要什么。有些事你根本改变不了，强行流转的话，只会对你自己造成伤害。我不是个聪明人。好，不是聪明人，可这个社会，它也会把你变成聪明人。哎，你看看那些路人，他们有哪一个真正得到了他们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？你希望今天是晴天，可今天偏偏是阴天；你希望明天是雨天，可偏偏晴空万里。但是即便是这样，这些人还是照样庸庸碌碌。为的是什么？就是为了能够看到明天的太阳。陆小姐，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也常常对着这个大海呼喊，这个世界不公平。可是不公平不是针对你一个人而言，当不公平面对大多数人，甚至更多数人的时候，不公平也就变成了公平。我是真的不希望你仅仅因为这一次的雨天，就将永远失去看到明天的太阳的可能。那你觉得，你为了适应这个社会，错过了这么多的雨天，那你现在看到太阳了吗？宁宁，志恒，你怎么来了？过来看看你。坐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你今天不大对呢？我能有什么不对的？挺好的嘛。手还疼吗？啊，早都没事了。宁宁，我们认识有4年多了吧？你心里有什么事情是瞒不住我的？到底怎么了？告诉我。哇！刘一鸣，你现在太牛了！你回来居然门都不关，你不怕贼进你们家？同志，拜托你把脚从沙发上拿下去行不行？脏不脏？哎，你还没有换鞋，一看就知道刚刚从外面回来，疯狂的打开电脑，一遍遍如饥似渴的看着你们家的梦妮儿。他现在已经不是我们家的。哎，有这个觉悟就对了。不知道谁前几天跟我说啊，我早就已经忘了梦妮儿了，我早就把梦妮儿这个人抛到脑后，我要开始我自己新的生活。
如果要是谁做不到的话，谁就是王八蛋、小狗。你骂谁是狗啊？我不知道啊，谁发誓的谁就是小狗呗。你想想啊，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，我要是狗的话，那你是什么？行啊你，刘一鸣，我真的不想再像你妈那样对你谆谆教导、循循善诱。但是一个男人要以自己的事业和工作为重，如果老是活在过去的感情阴影中，你觉得有劲吗？你不觉得丢人吗？事业这个东西呢，你现在抓不住，你一辈子都不会抓住。但是感情是任何时候都可以从头开始的。正所谓天涯何处无芳草，甩了咱们，我在找啊。我找谁呀？我找你啊。切，臭美，谁稀得要你？苹果洗过没啊？听君一席话，胜读10年书。干嘛去啊？回房间认真研读剧本。哎，对了，我给你2点劝告：第一，现在要以工作为重，事业为主；第二，你呀是个女同志，别总有事没事往男同志家里跑，你在影响一个男同志的正常生活规律。你呢，先别着急，回头啊，我也帮你打听打听。我只在电视上看到过这种事儿，没想到现实生活中还真有啊。我也觉得像是在演戏似的。也许我只适合生活在学校里面，没有虚假，没有尔虞我诈，没有那些恶心的事儿。可就当那天那人在跟我谈话的时候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是个成年人，我不能再像个孩子似的面对这个社会。志恒，你说，是不是我们小时候想的事情，其实都跟现实不一样？好了啊，别多想了。你刚从大学毕业没多久，对这个社会啊还不够了解，这种事情我都没经历过，更别说是你了。不过呢，我有一个要求，你呢千万不要因为这次的经历，就让自己悲观厌世。我还是希望你能阳光一点，上进一点。有人跟我说过一句话，说也许我们所有人的理想都不过是句废话。谁跟你说的呀？妈，啊，回来了。我爸呢？你爸今天晚上有个应酬，出去了。哦。儿子，孟妮的比赛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孟妮，她准备呢？她最近表现不错，我们这边的几个赞助商很看好她呢。妈，
你们这边的赞助商？嗯，那这么说，你是这次比赛的赞助商？对呀，我是最主要的赞助商，其他几个也就是跟着参与参与。怎么？有问题吗？没有，没有问题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啊，快进来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我给你拿水果去。来，吃点水果。妮子，我真羡慕你，一个人能住这么大的房子。这么大的房子，不也是自己一个人住吗？你知足吧。我要是有这么大、这么好的一个房子，我一辈子住在这儿，我都心甘情愿。要是我呀，我没事呢，就唱唱歌、跳跳舞，累了我就随便找一地儿，香香的睡一觉。要是无聊了，我就把所有的朋友都招来，开一个大 party。你呀，就是生在福中不知福。这房子要是我的，我就把它弄成宫殿，我一个人当皇后。那你们家关海怎么办？他顶多就是一小太监。我跟你说，最重要的就是我老妈，她必须得是太后，不然她又该说我没出息了。你在比赛表现那么好，你妈肯定骄傲得不得了。我要是不拿冠军，我妈还得唠唠叨叨我一辈子呀。妮子，你有这么好、这么大的一个房子，而且又有那么优秀的一个男朋友，我要是你，我一辈子也知足了。你呀，就妮子，你说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要不我不打扰你了，我先回去了啊。哎，冰冰，我有个事想跟你说。老妈，我听说了一件事。什么事儿啊？说吧。我听说选秀比赛的冠军已经内定好了。内定冠军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谁说的？孟妮啊。他怎么知道的？他对我说，10强比赛结束之后，主办方就派人和他聊了，说希望让他在下一场比赛的时候故意放水，原因就是冠军已经内定好了。这些人太不像话了，竟敢背着我干这种事儿！以前在我手底下的时候，个个都老老实实的，现在翅膀长硬了，学会这些邪的。妈，你也别生气，我跟你说这些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知道您的态度。孟能让你来找我的？哦，不是，这件事情是孟妮告诉我的，但不是孟妮让我来找您的。那他是什么态度？他看他那样子啊，应该不会与主办方有合作。你呢？你又是什么态度？我不想让他受到伤害。你的意思是，想让妈妈出面，帮他拿到这个冠军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妈。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呢，对他也是一种伤害。我只是希望比赛可以公开、公正、公平地进行下去。好，我帮你这个忙。谢谢老妈。
别谢太早了，有件事情我要跟你说明白呢。其实呢，只要正常进行，凭他的实力，也可以拿到这个冠军。当然，现在由我出面，那就更没问题了。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了，儿子，比赛结束之后，他就更不可以进我们张家的门了。为什么呀，妈？还是那句话，我们张家不能要一个选秀冠军来做